来乡亲啊，即摆是这个菱角的产季，但是台南农会人气产品菱角猪脚甲菱角排骨煞去签着，到11月中旬才要来就市，比永利是慢一个月。原来是找无工咯，找无采收甲掰菱角的工人，因为当地人口老化，以前的菱角工拢有货咯，做袂来咯，少年的阁无人要做，一工的工钱1500块，也是请无人。 这全部浸伫水底挽菱角的，拢是较有年岁的阿姨，而且这规大片的菱角田采收的工人无几个。台南关电是全台湾菱角上大的产区，不过因为高龄化，挽菱角的工课真侪人拢无法度做啊。忝的，规身躯拢足疼的。你看那现哦，这两个都拢会疼。因为这挽的这拢会贵的，白贵这个最辛苦的。 爱规工拢浸伫水底，而且佫爱规咧、打咧，有时佫爱弯腰，真侪人拢做袂来。菱角工目前的话也是一天1500啦，也是很难请啊。就算一工1500块，也是请无人。一大片20公顷的菱角田需要400位的工人，不过现场采收的人却无到1/10，采收的人无够，掰菱角的嘛无够。 每一个动作拢真流利啊，毋过拢是大节大紧，这菱角卡嘛真定，规工掰落来嘛真吃力。安尼掰，工咧掰得手足疼的啦。对采收到掰菱角拢真辛苦，虽然即马是菱角产季，毋过农会热销的产品，菱角猪脚和菱角排骨，拢因为欠人无法度出货，拖1个月才上市。我都会当只有放弃尔。 系啊，算你订单你接，你袂当人弃单啦。关电区农会表示，除非未来有机器会使来掰菱角解决目前的状况，啊无这欠人的问题，恐惊会冲击菱角的产业。